現年69歲嘅國寶級鋼琴大師劉詩昆喺1月8號涉嫌喺自己琴室打傷妻子蓋燕之後被捕，被控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。案件喺1月23號早上東區裁判法院提堂，吸引咗大批傳媒喺法院守候。呢日身穿黑色長褸一個人到法院嘅劉詩昆，未見早前陪同佢出席嘅學生同楊振寧妻子翁帆等人陪同。早前右邊面貼上嘅紗布都唔見咗啦。劉詩昆見到大批記者都不時報上微笑，仲大方俾記者任影。裁判官將案件押後到3月5號再提堂，等警方作進一步調查同諮詢法律意見。劉詩昆繼續獲准保釋，而大約上午9點45分左右，劉詩昆同佢嘅代表律師都先後步出法院。你對案件有什麼看法？那你跟太太的關係現在是怎麼樣？有跟他溝通嗎？